为着要降低少年人自杀死亡率，卫生福利部今年8月份开始，要予15岁到30岁族群免费3届的心理咨询哦。这个少年族群心理健康的支持方案是真受到欢迎，部分县市拢已经预约了了。卫生福利部今仔是搁再宣布讲，要增加7000多万的预算，提供16000个人会通使用。一个28岁查某的上班族，因为细汉的时阵有心理创伤，对自我要求真悬。伊逐摆伫公司做干部，互长官批评的时阵，拢感觉压力是真大。加上和男朋友之间的相处是有问题，暗时常常拢困袂去，也是困袂好。但是因为面子，伊拢唔敢去看医生。好佳在进前是参加少年族群心理咨询方案，经过3摆咨询了后，即马镜头是改善真侪。他也知道。原来他的失眠是透过这个因应讨论，压力因应的方式在做处理之后，他的失眠就已经慢慢的也好了。其实亲像这种案例真多，根据卫福部统计，今年8月份这批15到30岁少年族群免费心理咨询方案以来，拢总是服务5700多人，使用的年岁是以24岁到30岁占70%是上侪，查某比查甫较侪。因为反应真好，卫福部会搁开7800多万，搁来增加服务16000多人。过去1个月，我们总共筛检出来的30%的高风险，而且有转介到精神医疗机构的，就有高达1710位。卫福部强调，为着要让心理咨询和精神医疗，让更较侪人会当接受，会继续来帮助地方做心理健康服务资源，嘛和教育部来合作，建立学校自杀个案关怀转介的流程，规划引进澳洲的心理急救包，替少年族群来建构更较完善的心理健康防护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